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贤爱妈妈。若是出门旅行要过暝，就找旅社。入去一间旅社，你才发现讲天棚加甲你徛拢袂直，枕头毋是软诶，是一块石头。房间无窗仔，壁角拢伫厨师，涂骹佮全本色，安尼听起来敢是足寒诶。这是1872年马街去新竹住旅社诶时阵，伊日记内底写诶。迄款旅社，迄当阵叫做番仔间，专门是互做生理诶番仔过暝休困设诶。咱台湾诶旅社旅馆安怎变做今日诶模样？咱来讲100年来，咱诶旅馆安怎变化？咱先来讲，拄则讲诶番仔间是安怎来诶？即种细间诶旅社，自大清时代就有，早期拢是家庭式咧经营，就是互大家困伫空床、总铺，伊内底诶设备、环境拢真简单。册内阁有写着另外一款番仔间，就是人客爱家己炸米、炸食诶去煮，旅社是干那互你困尔。当然，这家族俗。干那付过暝钱，无啥物服务诶旅社，是安怎？迄当阵诶旅社拢遮尔简单，因为迄当阵无车路啊，无车，无啥物人会出门。若是要去较远诶所在，大部分诶人拢是去住朋友诶厝，连外国人来台湾嘛是共款，拢找熟悉诶人因兜住较济。毋过后来有新诶建设，有铁路，有车路，出门诶人变济，旅馆嘛，豆豆啊，对咧变济。伫日本时代，台湾开始有一套正式诶旅社制度，会去分无共级诶旅社。总督府对因诶规定甲要求嘛，拢无相共，特别是规定卫生甲安全。为迄时起，旅馆变做一种需要专业诶经营管理诶服务业。先发展起来诶是洗温泉诶旅馆。咱可能想袂到，伫日本人进前，都有一个德国人伫北投遐开一间温泉旅馆，毋过无偌久，日本人嘛伫北投设温泉旅馆，即间德国人开的都无去啊。这个故事我伫84集洗身躯这集有讲到洗温泉甲温泉旅馆。头起先的温泉旅馆毋是要互人去佚佗，伊的目的是要互受伤的军人会当去治疗、去疗养，因为温泉有医疗治病的功能。后来才豆豆啊，变做大家拢会使去佚佗、休困的所在。若是要讲日本时代上出名的旅馆，绝对是台湾铁道饭店。这间是配合抢款铁路通车，总督府伫台北车头的头前起的一间足大间西洋式的旅馆。这间嘛是日本时代台湾上大间上气派的饭店。内面用的拢是进口的建材甲家具，碗盘、桌仔签啊，是拢为英国运来的。房间内底也阁有会呛水的马桶，内底所有的工作人员拢有经过训练。饭店内底阁有迄个年代真罕得看的电梯，有酒吧，有荡秋间，佮伫遐会当食到正港的法国餐。有时阵阁会办音乐演奏会。这间旅馆毋若伫台湾是算足高级，伫迄当阵规个档仔来讲，嘛是真气派的一间饭店。总督府专工用伊来招待外国来的贵宾，伫遐办大型的宴会。日本官员、各国的领事，也是有钱的生意人，因若来台湾，拢住伫遐。佮过诚侪冬，到1936年，才阁有第2间铁道旅馆。这间就较少人知啊，伊是设伫台南车头的台南铁道旅馆，伊直接
起伫车头的二楼，是迄当阵南部唯一的一间西洋式的旅馆，甲台北迄间比起来，规模较细，嘛加诚简单，主要是互坐火车往来的旅客休困用的。战争末期，1944年，总督府搁伫松山机场边仔开一间台北航空旅馆，这毋是为着观光客去的，是因为迄当阵坐飞机的军人官员哪来哪坐，所以这间饭店内底有日本式嘛有西洋式的房间。这3间是日本时代有的3间西洋式的旅馆，当然还有别款旅馆，有一般进前讲到的番仔间，也嘛有台湾人开的，佮较济是日本式迄款旅馆。毋过伫台北大空袭的时阵，台北铁道饭店就互炸弹毁掉啊，即嘛是无看影。迄当阵为着要应付战争，日本政府就管制所有的五路服务行业，甲因扣重税，所以真济旅社旅馆因就拢收起来，规个产业就怎豆豆啊落行。战争了后，国民政府甲旅社甲饭店当作是一种特种营业咧对待。迄时无观光单位，是互警察管。伫迄个年代，警察管理的重点就是防止美共匪啊，佮防止犯罪人秘伫旅馆，嘛要整顿所有的色情行业。当然嘛管制着真侪人出门行动的自由，因为要住旅馆真无方便。这套制度是后来发生一件社会事件，才对警察管理这的旅社有造成改变。这是1959年发生的事件。迄天暗时，伫嘉义有一对少年人，因无坐着上路尾班车，无通回去因兜。迄个查甫的号做吴中川，19岁；查某的叫做杜红线，敢若16岁。因两个人是已经订婚，所以烧招去嘉义佚佗。暗来时阵无车通回去，两个人怎找去住富裕旅社，要伫遐休一暝，暗算天光才要回去。想袂到就发生后来的事件，社会新闻是报真久，真侪人咧讨论。这两个人透早5点去拄着派出所的警员入去这间旅社做临时检查。警察看到两个少年啊，就直接讲因两个安尼做伙住旅社是妨害风化，所以甲因押回去派出所。去到派出所了，警察要罚因两个人300块。伫迄个时代，300块是足大钱的。吴中春19岁，根本无遐尼侪钱。警察就甲伊偷伊的身份证，佮留这个16岁的查某囡仔，叫吴中川家己出去找钱来。无论是要回去摕，也是要去甲别人借。吴中川伊身躯无遐尼侪钱，也嘛毋知要去甲谁借。伫迄个年代，伊嘛毋敢回去厝，甲厝内的人讲，因两个少年咧带去佚佗，佮伫外口过暝。伊因为惊人知影，佮毋知影要安怎处理，过无几点钟，伫迄天透早10点的时阵，就啉毒药自杀过身去。伊的老爸知影，足毋甘愿的，怎去告这个警察害死因后生。规个社会拢总同情这个囡仔，甲因老爸老母嘛足受气的。这则新闻是报真久，因的朋友女方拢总有出来讲话。法院落尾认定讲，就算无翁仔某的关系，查甫查某斗阵过暝这件代志，伫法律上无一定会使算是妨害风化。结果是一个警察互人判有期徒刑6个月。这件事件迄时引起的讨论是针对战后警察甲政府对旅社临时检查权利。即阵啊来看，少年人带去旅社过暝，家己认为是袂使做的代志，佮毋敢讲，这款观念嘛已经改变足侪啊。迄当阵大家反映的是警察的权力伤大，旅馆政策为迄时开始有一寡变化。第一就是要求警察要临时检查的时阵，态度要改变，袂使影响到住伫旅社的人客。
第二是怎取消半暝的临时检查。警察袂使无因果，伫人咧休困的时阵去检查旅馆。接落来是旅馆的卫生稽查怎限制一个月干下上济会使2摆，而且下一日是佮换做专业卫生部门的人去检查，毋是警察啊。这个案件造成的影响真侪，大家看待女社的方式嘛豆豆啊咧改变。迄当阵台湾的环境经济嘛变好，佮加上1960年代政府要发展观光，就成立国家观光事业委员会、交通部的观光事业小组。旅馆就毋是警察管，换变做观光机关咧管理。这时就有分一般的旅馆甲观光旅馆。观光旅馆就是大班佮气派，要招待国际贵宾、外国观光客旅馆。政府佮会提供投资优待、补贴、减税，鼓励大家去设旅馆。也若一般的旅馆就无政策的补贴，伊的规格较歹，加减也是有警察会去巡，也有是佮加犯罪做伙。若讲到战后的观光饭店，大家想到的应该是圆山大饭店。圆山大饭店捌互美国杂志经做是世界10大饭店之一。伊是政府官员咧办重要的宴会、招待外宾的所在。所有正式的宴会拢办伫遮。后来伊阁拿起拿大间，增加到有490间房间。国际会议厅是会当上千人入去。迄时期的观光饭店上主要的资金是美国的援助基金。迄当阵要摕到美元的贷款，因对旅馆、旅社的要求真侪，爱起伫重要的城市，起伫出名的风景区内底，交通阁爱方便，房间至少20间以上，边仔爱有空地，袂使伤细间，内底的卫生设备、电气、电话、消防安全甲家具，拢爱下国际规格。1960年代的头一批大型的观光旅馆，像国宾大饭店、统一饭店、中泰宾馆，这拢是安尼来的。也阁有另外一批是政府鼓励投资补贴，这大部分是真侪华侨来台湾设饭店，像讲台南大饭店就是华侨起的。即阵台湾的饭店便是大家去佚佗休困真方便的所在。伊背后的资金也是政策的理路，甲1960年代嘛拢无共啊。百外当来，旅馆行业拄着战争，嘛拄着政府的管制，毋过也是哪来哪前进。是讲咱若想看台湾现代化这条路，咱是安怎行过来的？旅馆业伊安怎受到资金、战争的影响？伊安怎甲政治、法律、甲人权有牵连？这个问题得留互听友去思考。今日我先讲到这，若是大家有任何想法甲意见，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也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连结。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